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。今日福音講到傍晚嘅時候，門徒落到海邊，上咗船，準備過去葛法翁。天已經黑晒，但耶穌仲未嚟到佢哋嗰度。忽然間，海面起咗大風浪，水面翻騰，好危險。門徒已經劃咗幾公里，突然見到耶穌喺水面上行，向住佢哋嚟。佢哋好驚，但耶穌同佢哋講：係我，不要害怕。門徒就願意接耶穌上船，而船好快就到咗目的地。呢段福音雖然短，但好深。第一，門徒喺黑暗同風浪入面，即係我哋人生有時會遇到困難、迷失、驚。第二，耶穌行喺水面上，水代表混亂同危險，但耶穌係超越一切困難嘅主。第三，耶穌一句話：係我，不要害怕。呢句說話好重要，因為佢唔一定即刻消除風浪，但佢會同我哋一齊面對。你有冇試過覺得好黑暗，好驚未來，唔知點算？今日耶穌對你講：係我，不要害怕。問題唔係有冇風浪，而係你有冇讓耶穌上你手船。主耶穌，當我哋遇到困難同恐懼時，求你幫助我哋，記住你嘅說話，不要害怕。請你進入我哋嘅生命之船，陪伴我哋走過風浪，讓我哋信靠你，即使喺黑暗之中都唔失去希望。亞孟。